相信真侪观众朋友对今仔日开始就咧歇连续假期。伫年假的头一天，国道的交通是真顺。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，因为即届的年假有较长，佮加上天气等等的原因，车阵是无刻伫同一个时段出发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对初一开始，落南的方向就可能开始塞车咯。 高公局的监视器显示，29年假第一天早时开始，国道各路段拢真通顺，速度普遍维持伫每点钟80公里以上。交通部长王国材到现场视察表示，因为即摆年假较长，等等因素达到分散车条的效果。从昨天整个交通量减少3%，然后今天到10点是少9%哈。 所以整个国道的整个路况都非常的好。初步分析是因为今年在除夕前有3天呐哈，有可能是分散，还有包括天候的因素。王国材表示，估计即摆年假期间，初1到初3的南下方向，加初3到初5的北上方向是较有可能塞车的时段。过去有很多的交通延误都在事故的处理上面，所以在事故处理的效率包括很快的 排除不要占用车道，也希望把这个当最重要的一个部分。除了提醒民众会使透过1968注意路况，伫车流较侪的时阵，交通部嘛鼓励使用西滨快速道路等等替代方案来分散车条。记者郭伯君、郑派文台北新北报道。